正道题目是领受参透生命的信仰，请总牧师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新的一年，上帝赏赐咱健康的信仰。信仰对咱的一生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咱若无健康的信仰，咱就无法度享受上帝所赏赐咱伫伊面前迄个大权能、荣耀甲能力。新的一年，愿咱伫主的面前安静祈祷，讲：主啊，帮助我的信心，互我捌你较深。伫咱要领受上帝话之前，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。活命的主，阮来到你的至圣所，伫你的施恩宝座前，阮举目仰望来看你。阿爸天父，当阮来到你面前的时，求你用你的慈爱，为阮拍开你恩典的大门，互阮来到你的至圣所。当阮举目看你的时，主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看阮。阿爸天父，求你将你的应允，就是圣神。你讲你要赏赐圣神，互阮会通参透，互阮会当准托，互阮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奥妙。主，阮是一个有限的人，阮的心思意念亲像细囝，幼稚、无知、愚妄，偏爱家己的意思。当阮常常亲近你的时，阮就会通成长。阿爸天父，阮安静恳求你的神，即时进入阮的内心，照着圣经所应允的，当圣神啊踮伫阮的内底，阮就要准托明白上帝你奥妙的事，也要明白你为阮生命中间一切奇妙的计划甲赏赐，也要明白阮家己到底是甚物人，伫阮的一生，主你要安排甚物？主恭敬将阮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交伫主你的手中，主互阮成做真实的基督徒，互阮享受上帝你完全尊贵甲荣耀的活命。阮伫你的面前，也为着伫网络顶悬甲阮做伙敬拜，属伫你的囝儿甲查某囝，愿你的恩惠充充足足运行伫每一个所在，踮伫每一个人。阮恭敬伫你的面前安静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的信心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咱得到上帝的怜悯。我要鼓励兄弟姊妹，咱已经有信心，但是咱来当大人。我相信咱在座坐伫这个所在，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拢已经有信仰，但是信仰需要栽培。信仰就亲像囡仔，伊伫成长的过程顶悬，需要养饲，需要有圣神的帮助。所以，一个人的信仰对人的一生有足大足大的影响。信仰无论是基督徒，无论是家乡拜拜，咱的厝边或者咱一寡朋友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信仰到底是甚么？信仰基本上上少有两项代志。人伫人生中间拢咧找一个咱会通一生敬拜的神，对无？无论什么种的宗教，人拢咧找一个倚靠，就是咧找讲有一个真正当叫做我一生的倚靠，是一个真正的神，真正的上帝。第二，信仰最重要就是互人会通认捌这个会通倚靠的上帝，然后甲这个神明、甲这个上帝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。亲密的关系会互人对这个神来得到祝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你甲咱的上帝，敢已经有亲密的关系啊嘛？一日比一日，一年比一年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愿咱幸福，愿咱的神真正做咱手中的锁匙，
耶稣讲：“我将天国的锁匙交予你，你所开的门，无人会通关；你所关的门，无人会通开。”耶稣讲：“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甲道路。”这句话毋是一个口号，这句话就是一支锁匙。耶稣要成做咱的道路，耶稣要赏赐咱真理，耶稣嘛要加添咱生命的开力。无论情景怎样，无论咱是年轻或者年老，上帝拢要成做咱的倚靠，甲咱的开力。信仰是一个真严肃的代志。清清菜菜的人，伊的信仰就无滋无味；清清菜菜的人，伊的信仰虽然有，但是伊要感觉淡了，无滋无味。但是一个人若心中，圣经讲敬畏耶和华的人，就是智慧的开端。一个人若严肃心中，伊的信仰就要成做何等的奇妙。亲爱的姊妹，咱的上帝毋是假的上帝，咱的信仰嘛毋是清清菜菜的上。愿上帝的圣心帮助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咱把主较深，咱有咱的上帝，真正伫咱的生命中间来掌管。信仰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。今仔日的圣经，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第11节，以及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0节，伊都拢讲起信仰是一个人学的测度，人困难了解。人要怎样来了解这个上帝？伊看袂到，伊摸袂到，但是我却需要相信伊是掌管这个宇宙。这是一件真奇怪的代志。人要怎样了解家己的一生的将来？好去好将，甲我的一生应该做甚物代志，才会当利益我家己，也会当荣耀上帝。所以信仰是一个真奥妙的代志。当一个人伫上帝面前承认讲：“主啊，我无够业，我需要你的事。”上帝就将伊的光放伫咱的内面，互咱无搁再行黑暗的道路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关键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的圣心将上帝伊的心意，甲伊应允的话，就放伫你的一生的中间。大多祝福咱，互咱成做天公仔囝，互咱成做上帝疼命，互咱成做真正。因为上帝，因为耶稣来护助。伫旧年的年底最后一个礼拜，我为咱祈祷，用耶稣所伊的祝福。圣经讲，伊本是护助，却为着咱的送向，将伊的护助，充充足足来赏赐予咱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愿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担着信仰的滋味，兄弟姊妹。咱的信仰毋是空虚的，这个传说的上帝，嘛毋是一个传说，这个上帝，佫真佫活。愿咱真正对今仔日开始，到咱一生的另外一个生命开始，我无讲一生的结束。对今仔日开始，到咱信仰永远的开始，就是世间人讲。人的人生最后迄口气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咱的一生是永远的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心内，愿圣神帮助咱，互咱因即句话有盼望。咱知影咱袂因为年老、身躯衰烂，就失去盼望。反倒当咱年老的时阵，是咧准备另外一个。生命的开始，是一个盼望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耶稣有甲咱提醒：你若要爱进上帝国，你爱努力。耶稣话讲，天国是努力的人得到的，努力的人就要得到伊。这个努力的意思，伫圣经的原文，意思就是爱付出代价，
就亲像一个囡仔，伊咧读册的时阵，伊袂当甲上帝祈祷讲：主啊，你祝福我100分，啊，然后啥物拢无做，伊就会100分，除了伊偷看，对无？人的一生中间，信仰嘛是安尼，所以你讲啊，那安尼我所得到一切拢是我的努力，毋是？伫人的敬虔，伫人的努力的中间，上帝赏赐。就亲如耶稣讲，5000两银的人，伊伫一生中间尽本分做5000两的工作，上帝加添伊，耶稣加添伊，加倍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了解信仰真正的奥妙。那安尼，今仔日的圣经讲到什么？今仔日的圣经对我来讲，是圣经中间咧讲起人生的事。这两段话对我来讲是一生中间足宝贝、足宝贝。第一，伊咧讲起人伫一生的中间无法度知影准托，伊讲准托人生的奥妙，甲上帝一切的作为。传道书第3章11节，伊咧讲起上帝创造万物，为着要成就伊美妙的计划。传道书咧讲起上帝的作为，甲人一生的事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到12节，咱今仔日只有读第10节到12节。但是第9节的中间咧讲起上帝为着听伊的人，伊有赏赐，伊有准备。就亲像咱圣诞节时，咱拢期待咱的亲人好朋友会当甲咱备办一个圣诞礼物，然后交换。上帝伫咱的一生中间有伊特别的心意甲计划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咱讲起，上帝有备是人想象袂到。圣经讲无法度了解，这个字伫今仔圣经，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，或者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拢有出现。这个字叫做参透，参透。这个字呢，用台语的翻译叫做准托。准托的意思就是彻底上伫我的心内，深深的思考了后，我忽然明白了解。所以古早信仰的前辈，伊咧讲起一个囡仔咧追求真理，伊想要了解上帝的奥妙。这个时代，佮甲伊讲一个譬如，伊讲一个人咧学习真理，是亲像咧剥洋葱，你知影意思吗？洋葱是一层一层搁一层，所以信仰真理甲智慧，就对少年的时阵，一块一块一块，一项一项。上帝圣心帮助咱，伊拍开迄个稳重的奥妙，互咱明白。今日圣经讲2项真重要的宗教信仰，伫信仰上最重要的代志，就是明白什么是神。第二，明白我的人生的事。所以今日牧师用这2段的圣经送咱一个大道，这个大道就是耶稣会通帮助咱，耶稣会通帮助你明白你一生的事，对现在到将来。因为耶稣讲，我就是真理、活命甲道路。道路是人一生中间无分宗教，无论民族，人生的道路拢是人感觉重要的。你有同意吗？我一生何去何从？我最后的一生的路要行到最后的路尾，迄个终点是啥物所在？耶稣讲，迄条路是通到上帝的面前。耶稣讲，迄条路是回家的路。耶稣讲，迄条路是一个通往的路。所以当耶稣咧讲，我就是道路的时，是充满兴奋甲期待，充满祝福甲愿望。亲爱的姊妹，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承认，咱相信，独主耶稣以及伊的圣神，会通帮助咱做一个有智慧的基督徒。愿圣神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恁的家庭，互恁的囡仔，
伫即个要告咧受教育的阶段，大大有圣神的充满。一个囡仔若无圣神的充满，伊袂真热心，伫伊感觉真困难的读册这项代志。一个囡仔，真侪囡仔，伊伫读册顶悬拄着困难，拄着阻挡，因为因感觉读册是一个足困难的代志，是一个足无聊的代志，是爸爸爱我做，但是我都无爱做。现在兄弟姊妹，读读上帝圣神伫人的内心的事，用伊的水，用伊的疼吸引一个人，这个囡仔伊就会主动欢欢喜喜来追求上帝甲伊陪伴的祝福。兄弟姊妹，毋是干咱来囡仔，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上帝用伊的奇妙，甲伊的慈爱吸引咱。互咱欢欢喜喜做基督徒，好无？咱甲主讲，主啊，是啊，这是我心所意爱。愿主你甲我三角地带。那安尼，咱来读今仔日个圣经。今仔日圣经传道书第3章11节讲到3项的信息。第一，上帝创造万物，为着要成就伊的荣耀。第二，伊讲到上帝一切作为，拢无人会通了解，所以伫今仔圣经的最后即句话讲：人袂为测度，测度伫国语的圣经改翻做参透、准读。有当时咱咧读数学，你的逻辑观念若无够，你安怎读，你就读无。你前头比来比去，安怎加，安怎减，你拢算袂清楚。准读就是一个能力，就是种个智慧。当上帝的灵来点伫一个人的内面，伊好亲像安怎读安怎了解。无公平呢，较有这种人。愿天要上帝帮助咱，真理甲智慧就是遮尔奥妙。第三项，上重要的就是今仔经文第2句，伊讲上帝阁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。和本的圣经翻译了足简单，神将永生放在人的心中。永生这个字伫圣经内底有2个意思，一个就是永恒的事情，永远袂褪色，永远袂改变，永远有价值，是永恒的事情。这个字叫做 olam，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做世界、宇宙。所以个另外一个翻译会当个翻叫 the world， 这个世间。所以这个真有意思。伊咧讲起将上帝将一个永远活的观念，这就是白话字的圣经的翻译。伊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，其实原文无这个观念啦，只有写永远这个字永恒。但是因为前后句斗起来了，这个字伊真正意思就是永远的观念。一个人若有看长，有前瞻性的眼光，伊会当未雨绸缪。为了将来，伊会当听候，会当计划，这就是永远的观念。所以，所有一切的智慧甲观念，就是上帝所赏赐。咱来用这句话来读今仔日的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咱就会了解为什么保罗讲，伫人内心的圣神才会当帮助人来明白咱的人生事。兄弟，你敢知影你的人生事啊嘛？咱的一生中间最重要的功课，就是明白上帝伫我的生命中间，伊特别的计划，以及伫我的一生中间，就做什么种的代志，才真正是一个有意义、有价值，嘛会当互我感觉有成就、幸福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今仔日的礼拜是一个开始，信仰是一生的路，所以耶稣才讲真理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人生这条路通到永远。人生这条路是充满上帝的计划。愿咱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来问上帝，因为传道书第3章11节咧讲起，上帝造万物，为着要成就伊的奥妙，为着要成就伊奇妙的计划。我不爱讲上远，
咱莫讲迄个3天、13天地外，总远甲咱遥不可及的代志。咱都要想咱家己。上帝造万物，为着要成就伊的奥妙，甲你的生命有关系无？甲咱的一生有关系无？一定要有关系，因为这个信仰不是别人的信仰，是我的信仰。所以上帝造万物，特别是上帝创造我，上帝予我有生命，上帝吸引我成做伊的囝儿，这项代志，上帝有奇妙的计划，只有上帝知，只有你知。所以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11节，伊讲起，除了人家己内心，伊的心意，迄个人内面的灵，无人会通知影伊的心内咧想啥。意思就是，你也毋是我腹肚内的面堂，你才知影我咧想啥，对无？咱有一句俗语是安尼，无人会通知影人内底咧想什么物件，都只有家己知，上帝知。咱就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上帝问讲：主啊，你为我备办的，你伫我的一生，你有甚物种的应允？顶礼拜，咱的题目叫做带着上帝的应允迈向未来。你敢还会记得顶礼拜这信息？恁敢还会记得顶礼拜的祈祷？咱伫一年的开始，咱要带着上帝的应允来迈向新的一年。咱教会要迈向未来的10年，迈向100，迈向应许。兄弟姊妹，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作为人学的尺度，但是耶稣讲，求就予你，你会记得这句话无？耶稣讲，求就予你，拍门就甲你开。所以虽然上帝的计划学的尺度，所以人需要安静静静听，人需要伫上帝的面前谦卑祈祷，讲主啊，我是人。我要怎样知影我的将来？伫你的面前恳求你讲互我听，就是你的圣神伫我的心内，赏赐我灵感，赏赐我感动，赏赐异象，赏赐我意梦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上帝的意思虽然学的尺度，但是上帝要将智慧放伫人的内心。传道书第3章11节讲，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，意思就是上帝要将伊的计划放伫人的内心。每一个人拢公平。如果咱少年的时阵，捌认真谦卑伫上帝面前讲，上帝，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。上帝，我将我的将来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你引带我。我相信你若捌安尼祈祷的人，你一定甲我同款。你会发现，咱的一生一路行来都没有偶然。我真清楚知影，咱的上帝欢喜听这种的祈祷。那你未赴安尼祈祷，莫对胸坎，今日就开始祈祷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将伊的心意计划刻定人的内心，要赏赐咱一条路，是一生的路，永远行的路，是一个无需要换跑道，是上帝祝福的道路。愿天父上帝将这个永远的观念，那安尼这句话的“偶然”这个字，就足有意思。这个字当然上重要，伫圣经中间拢甲伊翻译做上帝将永生放伫这种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。所以耶稣讲，信我的人虽亡死，安那，还佫有佫活，就是永生的盼望。但是偶然这个字还佫有一个意思，叫做世间。从这个世间的观念的意思，就是上帝将宇宙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，上帝将偶然放伫人的内心。这就是大卫伊伫伊的祈祷中间写伫诗篇第8篇，伊讲：我徛伫你的面前，我看天顶你所创造的天、太阳、月亮，我问我家己，我是谁？诗篇
代表伫伊的祈祷中间，伊讲我举目看天顶的日月星辰，我忽然感觉家己的渺小。我问你讲，上帝啊，我是什么人？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今仔日这句话，这就是代表的囝所罗门今仔写伫传道书第3章第11节。伊讲上帝将这个宇宙观、世界观、人生观放伫我的内心。现在你感觉这有重要无？哦，也要凡事，在什么关什么关，反正只要我喜欢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哦，不是，信仰伊最可贵的就是，互人有方向，互人有主张，互人知影伊是什么人。所以当上帝将这种的智慧放伫人的内心，人无搁再是一个平凡的，人无搁再是一个随便的，人要因为这种的智慧，开始享受上帝伊的价值甲尊贵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开始我甲咱讲，信仰是一个严肃的代志，信仰是一个神圣的代志，信仰嘛是一个真宝贝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哪来哪捌真理，互咱哪来哪有智慧。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要赏赐圣神，用圣神来显明，用圣神来显明上帝一切奥妙。显明这个字，就亲像我拄则甲咱譬如咱古早的灵修的信仰的前辈，伊讲咧追求真理，就亲像咧剥洋葱，上帝一层一层一层，亲像一本册，一页一页一页，上帝将伊的奥妙日日按咱来显明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咱要不断读圣经，不断做礼拜。因为上帝一摆搁一摆来按咱显明真理的可贵。咱的教会常常提醒咱，当咱踏入礼拜，当去做礼拜的时，入来，咱除了恭敬，甲上帝讲：主啊，我来啊！毋通袂记得，甲上帝讨讲：主啊，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赏赐我一句话，改变我的生命的一句话。兄弟姊妹，常常安尼为家己的祝福，常常安尼为家己祈祷。主啊，赏赐我一句，改变我的话。准确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思想，彻底上的了解，彻底上的思考。通过思考，通过祈祷，你就得到上帝所要予人的智慧。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知影今仔日。保罗伫伊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中间讲到2项真重要、准确要了解的代志。第一，就是上帝的事；第二，就是我的事。咱活伫这个世间有真侪人情世事，有的人真贤做人，有的人真含慢做人。含慢做人的人，咱讲伊足白目。兄弟姊妹，咱是什么人？基督徒毋是迄种变色龙，对人讲人话，对鬼对讲鬼话，毋是。基督徒是是就是是，毋是就是毋是。因为咱了解上帝是一个圣洁的，人袂通亵渎伊。上帝的话是真理，人袂使做参考拿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开始，咱常常伫主的圣神的内面来祈祷，踮伫圣神的内底来祈祷。你甲主祷讲：主啊，帮助我！主啊，帮助我！虽然我的学历可能已经决定，我的学历可能无足悬，但是我有缘会当真做一个有智慧的人。我会通明白我的人生事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。所以今仔日的圣经中间，伊讲上帝的圣神要互咱
来明白。最后讲，上帝的圣心要互咱有所得到，因为咱所得到的是上帝的圣心所互咱的，互咱什么？互咱明白上帝一切的想事。你对于到第2章第9节，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9节，咱今摆读的这句是第12节。第9节伊咧讲起上帝为着听伊的人所预备的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这个所在讲，上帝的圣心要帮助咱明白上帝伫你一生中间伊的应允、伊的准备，天父上帝帮助。所以今仔圣经中间有一个真要紧的功课，无论是传道书第3章，或者哥林多前书第2章，伊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参透。白话字的圣经汉文汉语的圣经，该翻作巴克勒牧师该翻译做准托。Reu nao， Reu nao， 准托这个字，准托这个字的意思，伊最重要就是咧讲起一个人会通明白上帝的智慧甲真理。所以圣经讲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。准托就是今仔日咱所要祈祷领受的应允上帝的祝福，亲像咱今仔日所读传道书第3章，人的智慧，人一切的准托明白的事，是上帝所想事。所以传道书3章第11节伊讲，上帝将活命的事放伫人的内心，上帝将永远的观念放伫人的内心。上帝将这个宇宙观放伫人的内心，上帝将信仰放伫人的内心。兄弟姊妹，你若要知你的将来，你若要知伫天地中间咱甲上帝的关系，今仔是一个祈祷的开始。愿咱伫天父上帝的面前，咱伸出双手，咱甲主讲：求你赏赐我属天的智慧，求你赏赐我属天的智慧。互我会通明白你所赏赐我人生的事，这就是今仔日咱的祈祷。圣神会通互咱准托你的生命，耶稣伊应允咱，求就互咱找就拄着。耶稣应允什么？应允太多太多。耶稣讲：我来是为着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，恁会记吗？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，耶稣佮讲：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，兄弟姊妹，愿咱的主耶稣基督的话，咱知影，主耶稣就是咱人生的道路。通过主耶稣基督，伊甲咱铺一条路，耶稣甲咱铺一条路，通到上帝的面前。是一个通往天堂、回家的一条路。所以，兄弟姊妹，咱伫这个世间流浪，今仔日是咱倒来到上帝面前新的开始。上帝的圣心要帮助咱准托，拄则圣经哥林多前书第2章11节甲咱讲到，明白2项事。第一，我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代表讲，我徛在你的面前，我何等的渺小，但是上帝，你竟然这么爱我。诗篇第8篇，我举目看天顶的一挂星星，我就问我家己讲，我是什么人？代表讲，上帝，我是一个各样的囡仔，就亲像咱讲，我是一个草地囡仔。上帝，我是什么人？上帝，你可以遮尔疼我。代表讲，你可以遮尔疼我，互我尊贵的活命，只有仅仅略逊色于天使。上帝阁落来天使，伊讲：上帝啊，你竟然互我尊贵的活命，互我甲天使同款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看到咱生命的尊贵，咱伫主的面前。咱参透咱家己的生命，信仰做可贵，就是认捌上帝；信仰做可贵，就是帮助咱
甲上帝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咱会通叫这个上帝讲阿爸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最可贵就是，咱无搁再看迄个高高在上的上帝，行行袅袅出，咱来到伊的面前，有一份足真实，上帝完全的听的时，咱对心中讲：阿爸，感谢你，有你太好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这个祈祷拍开这个门。所以耶稣讲：我就是真理、活命、道路。咧讲到三项真要紧，伫咱信仰中间的功课，用祈祷找你人生的路。第二，用祈祷甲上帝求讨真理，就是智慧的话、圣经的话。第三，用祈祷甲上帝讨活命的快乐。读册了后，若无圣神的快乐，人永远无法度改变人的活命，对无？这就是犹太人因读摩西五经读2000年，因为因无了解，除了读上帝话以外，最要紧就是上帝家己，就是圣神。耶稣来讲，上帝若踮伫圣神若踮伫恁的内面，恁就要得到自由，因为伊亲像光，黑暗就要离开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读耶稣基督这句话时，咱安静，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你要予我什么种的道路？咱的教会对去年的年底到即摆，过来大概过半年，咱有一个主题：耶稣的课堂。这个查经就是讲，耶稣你要对我讲什么功课？耶稣你要教我什么功课？所以每一个礼拜六还来得及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个查经大概都要进行1/3，还有下半段还有2/3。如果你若期待，你会当更加了解耶稣捌讲什么话，欢迎你来参加这个查经班。也愿上帝祝福你，在咱脚步找耶稣这条道路的时，耶稣亲自甲你带路。耶稣想诉你伊讲过的话，耶稣嘛想诉你，佮我的活命，就是伊家己的灵，伊家己的圣神，踮伫咱的生命中间。所以所听兄弟姊妹，准托活命的能力是耶稣所想诉，耶稣所讲真理、活命、甲道路。愿咱伫上帝的面前，咱领受耶稣的圣神，活命一切的快乐，就是以马内利。活命的快乐就是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咱同在。所以当上帝甲咱三角伫地的时阵，咱毋免学习，自然而然就迄个上帝的灵甲活命踮伫咱的内底。今仔圣经传道书13章11节，伊讲上帝将永远的观念刻定咱内心。其实应该按呢翻译讲，上帝将永远的活命，就是活泼的生命，活跳跳活命，放伫咱的内心。你有较无嘛？常常花手伫你的心内为家己祈祷，主啊，互我有一个活泼的活命，亲像今仔日传道书3章11节，上帝将一个活泼的生命、活泼的活命放伫我的生命中间，我活跳跳，互我不时充满热情，互我不时充满积极乐观的思想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角伫地，所以咱应该相信耶稣。相信这个耶稣，对头一日到今仔日到将来，伊拢要陪伴你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主耶稣要牵咱的手，等一个咱第3条圣诗，我要邀请咱用祈祷的心来念。当然，咱逐摆念圣诗，拢应该用祈祷的心来念。耶稣的手扶持我，耶稣的手扶持我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求主耶稣帮助咱。准托的意思，拄则我已经甲咱解说，伊有3个足水的意思。准托的意思就是彻底的思考，彻底上的探讨，认真、严肃、
安静思考。这句话伫新约的圣经中间讲到3项。这句话用伫新约的圣经中间，使徒伫耶稣基督的身边的，即系咱的使徒，伊讲到3项代志。准托的意思伫圣经中间，第一个真要紧伊的信息，伊的观念，就是讲人的目睭就光起来，人有 look into 就是讲会当穿透看到迄个最深层，因为人是看外表，上帝是看人的内心。所以准托的意思，第一个意思就是，我真做一个，那亲像 X 光，我会当穿透迄个外表的遮盖，我会当看到伫咧隐藏内底的物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属灵的能力。圣经咧讲的准托，第一个就是深度的理解能力，深度的了解的能力。求天父上帝赏赐你，求天父上帝赏赐我，求天父上帝赏赐咱的世界，互咱的教会成做一个有深思熟虑的信仰。求天父上帝帮助咱。所以这个洞察力会带来上帝神圣的启示。当咱读圣经的时阵，以前看无，但是毋知对什么时阵开始，咱愈读就愈有滋味。咱哪读安怎读就哪安怎了解。就亲像咧练武功的人讲打通什么任督二脉。一个基督徒，咱迄个门、迄个关口若迄个关若被拍开，安怎读就安怎了解。这就是上帝的圣心，若甲咱透开，咱就要得自由。伊的启示就哪来哪清楚。人要真做一个有睿智智慧、有穿透力、有敏锐的智慧。第二，伫圣经中间，这个穿透这个字，透彻穿透这个字，伊最重要。伊咧讲起，人通过读圣经，人会当准确，人会当明白，人会当了解，人通过思考，会当明白上帝作为甲家己的人生的事，是因为上帝通过圣经甲你讲话，上帝通过圣经甲我讲话，上帝圣经甲咱讲话。所以上帝的话早就已经备办，圣神就亲像讲道同款。圣神伫每一摆基督徒读圣经的时阵，圣神就亲像一个牧师，伊就当你咧读圣经的时候，伊就讲道互你听。愿天父上帝的圣神就安尼来做。所以无论是彼得，无论是约翰，伊讲恁去读圣经，牧师甲恁写这两段经文，恁倒去看。约翰讲：“恁都读圣经，你们且去查考。”彼得讲什么？详细寻求考察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将做一个爱读圣经的教会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圣经的中间得到祝福。第三，这个因时间的关系，牧师跳过这个部分。第三，需要圣神的帮助，准托、参透。人需要圣神，人是看外表的人，咱真容易互包装来甲咱迷惑。但是，若有圣神的帮助，人会当看到上帝最深层的本质。我真爱这个研究这个字，这个字讲 innermost reality， 就是讲伫人内心最深的迄个最绝对的。最深层的，inner 就是讲伫内面啦，内面迄个上绝对的上帝的存在本质。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一礼拜开始的时，我甲咱提醒讲，信仰毋是讲算笑，信仰是严肃。兄弟，上帝是一个绝对的，所以基督徒需要用敬畏，用敬虔。用严肃的心，徛伫上帝面前。一旦当你若愿意，一旦当咱若愿意，互上帝成做咱生命中间的掌权，迄个绝对的真爱上帝，咱的生命开始无共款。这就是今仔日讲的穿透、参透甲准透的意思。
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准托有一个真要紧，就是听到内心的声。彼得伊的真书，彼得真书第1章11节，伊讲：查考你们内心耶稣基督的灵。这句话另外一翻译讲：请听在你里面耶稣讲话的声音。耶稣的灵，基督的灵。查考的意思就是用心去了解耶稣在你的心内所讲的话。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跟耶稣有更加亲密的关系，因为耶稣基督，咱的生命要受祝福和改变。结论来讲，爱读圣经；结论来讲，爱倚靠圣神的帮助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到一生的路尾，圣神甲咱带路，圣神讲道予咱听，圣神将神圣的感动放伫你的内心，予你知影上帝是上帝，予你知影你是什么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，你是真活的神，天地中间无有任何的神会通代替你。天顶的上帝，愿伫你的面前恭敬往你祈祷，请你进入我的生命中间，就是你的圣神。主愿将我的生命恭恭敬敬交托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，阿门。